感谢上帝，伫大港节第3主日，咱点到第3支的蜡烛，来上顶宣布喜乐的信息的时，代表讲每一个人会当来期待耶稣基督的降生。伫今仔日，咱的教会嘛要用喜乐的心来举行圣礼典，因为咱有2位的成人洗礼，1位的献信礼，以及有2位的信仰个别，要来加入伫咱信仰的团契。我想伫今仔日，上帝恩典甲祝福要临到伫伊所听的子民，嘛通互咱的心会当得到大大的欢喜。今仔日是大港节，上时嘛是咱要来举行圣礼典。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看马太福音书11章第20节到11节。咱拄则思会启义长老所带咱共读的这段圣经内底，咱看见着行洗的约翰的学生来去见耶稣，因为行洗的约翰来交代伊的学生，要爱问耶稣讲：你是毋是将来要来的迄位？我想咱若通过整个新约四福音书的记载内底，行洗的约翰的角色，伫马可福音书第1章就互咱看甲真清楚，因为伊来的目的是要帮主来准备伊的道路，要来修得主所要行的路。所以透过安尼，咱会当看见着讲，行洗的约翰也伫伊的事工的使命内底，就是要互百姓会当来悔改，互原底互罪恶扭曲的性命会当因为行洗的约翰的呼召，会当来紧紧，互性命会当得到洗净。通过安尼，会当互人因为性命洗净了后，来听候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洗礼，也就是圣神的洗礼。所以通过安尼，咱会当看见着讲，行洗的约翰伊的角色是要来帮耶稣陪伴伊，要来到伫咱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角色。伫即粒的行洗的约翰，伊受关监伫监狱的内底，伊派学生来去问耶稣是毋是要来的迄位的上时，咱看今仔日的经文耶稣来应行洗的约翰的学生讲，就是痴迷的看见，摆骹的行，太高的清气，臭耳的听见，死的人搁活，送向人得到福音。这段的经文，咱也来对照伫路加福音书第4章18节到19节，是同款，也就是耶稣伫圣殿来献圣经，来读起着以赛亚书这个记载的中间，伊就是伫遮咧宣告，来互众人知影讲，弥赛亚已经来到。咱若如果将马太甲路加这2段经文放做伙来做伙思考的时阵，咱会当看见着讲，今仔日耶稣用着弥赛亚的身份，就是伫众人的中间，要来拍开上帝对人的旨意和作为。所以咱会当看，伫马太福音书的经文中间，特别来甲咱提醒什么呢？提醒着讲第6节，既然无伫我来丢毒的人，会当有福气。伫这个中间，咱会当看见着讲，行洗的约翰伊的疑问，来互耶稣的身份会当伫众人的中间来宣告出来。那假使讲相信的人，有看见的人，会当伫这中间来得到真正的福气。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我感觉有机会咱倒来伫圣经的原文来看的时阵，会感觉足趣味。什么叫做有福气的人？咱伫马太福音书中间，常常拢看见着有福这款的提醒。
当咱重新倒来到伫圣经另外一个语言的中间来去看伊的描写的时阵，原来伫字典的解说，咧甲咱讲，迄个所谓有福气的人，是享受伫一个有利的条件内底。那安尼的时阵，咱来去想，所谓享受伫有利益的条件内底是啥物意思？那照伫今仔日的圣经来讲，就是咱看见着耶稣，咱会当认出伊是弥赛亚，咱无任何的犹豫，任何的无信心，通过安尼会当来见证，相信耶稣的人是偌尼快乐。所以伫今仔日，耶稣来加西利约翰的学生所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来宣布，恁着爱相信，我就是耶稣基督。因为马可福音书第1章第1节甲咱讲，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就是对这来开始。所以耶稣的来到，就是来互咱看见到一个弥赛亚的身份。耶稣的来到，就是互咱看见到上帝国的福音对耶稣开始，这就是救恩的临到。各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中间，耶稣的宣告，甲咱讲伊是弥赛亚。弥赛亚这3字，咱若伫教会的解说，要互大家会当清楚。简单讲，就是救主的意思。但是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有当时咱翻倒头转来看，为什么加西利约翰伊要派学生去问耶稣，你是毋是将来要来的迄位？我相信咱若在座的兄弟姊妹对圣经加减有搁较进一步理解的时阵，照理讲，加西利约翰甲耶稣，因是亲情呢。一个是表兄，一个是表小弟。但是做兄哥的，既然唔知影家己的小弟，伊的使命是啥款？咱会当看见着讲，原来受关家的加西利约翰，伊所咧期待，伊所仰望的将来的要来迄位，是会当来成做伊的帮衬，成做伊的救赎，是会当成做伊对家国内底救伊出来。然后，互伊有荣耀身份的迄位，但是真无共款。耶稣的来到，并毋是迄款政治上，或者是讲有关系、有权力迄款的大军咯。耶稣的来到，是一个弥赛亚的身份，是要带来救赎。是要带来怜悯这款的作为，所以今仔日咱会当看见着讲，伫耶稣咧回应加西利约翰学生的时，咧提醒所有的门徒，以赛亚咧期待，加西利约翰咧期待的是一个，那亲像伫旧约迄个以利亚迄款强势的先知，是会当甲王伫遐来车拼的一位先知，但是耶稣无共，耶稣是用怜悯，意思就是用甲苦难的百姓徛做伙，透过安尼来将上帝的福音带来到伫人的中间。换一句话讲，今仔日耶稣来将加西利约翰的身份高举起来，就是要互所有听见的人知影。加西利约翰伫伊的头前来帮伊备办上帝国福音来到正经的作业的时阵，也就是要互更较侪人知影，耶稣的身份就是要来带来真正的祝福。但是真无彩，世间众人并无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却是耶稣要用怜悯
带来上帝的救赎，将这款的救恩，互百姓通对忧伤的中间来转变有喜乐。今仔日咱所念的圣诗真有意思，请来以马内利。耶稣的怜悯，互咱看见着上帝的作为，就是要互人会当伫忧伤的中间，伫艰苦的中间，伫生命软弱的内底，因为上帝来看见着喜乐。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也就是咧回应今仔日咱所念的圣诗。因为耶稣是以马内利的上帝。马太福音书对第1章到第28章，对第1章就甲咱讲以马内利的上帝。伫耶稣侍奉的中间，耶稣嘛甲众人应允，既然2、3个人聚集做伙的时，我要甲恁3个同在。到第28章，过我的基督嘛甲伊的学生讲。我要甲恁同在，恁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在内底，再一次甲咱提醒，弥赛亚的身份其实伫咱的中间。伊甲咱同在，伊甲咱3个做伙生活，也透过安尼，互咱会当知影，耶稣道成肉身伫咱的中间。确实，真正。认捌伊身份的人真少，所以通过安尼，耶稣的传道，就是要互侪人会当经历到上帝国的福音，互侪人会当经历到伫地人亲像伫天人迄款的喜乐。伫今仔日，咱嘛要进行圣餐。伫今仔日的圣餐中间嘛，帮助咱。定心去想，伫咱长老教会的圣餐中间，常常咧提醒咱，通过圣礼典，主临到伫咱的中间，嘛是代表讲上帝以马内利伫咱的内底。若是上帝以马内利伫咱的内底的时阵，等下咱咧领圣餐所讲的。这个饼是为着咱所拍破的，这个杯是为着咱所流的宝血，也就是代表讲，这个上帝是甲咱3个同在的上帝。当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时，嘛是代表讲，耶稣和所有伫苦难中间、伫罪恶内底的百姓3个做伙同在。等下，亲像咱的信仰告别所讲，耶稣来彰显公义甲仁爱，来恢复咱甲上帝的关系。可能为兄弟开始有一寡想法，会想到讲，牧师是毋是有讲跳针？他伫圣诞节的时阵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圣诞节伫传统的中间是欢喜的节日，但是若讲到耶稣的受难，可能甲咱目前的节期无啥会当对应。这个问题伫最近，侪只少年的牧者。嘛，伫网络咧讨论圣诞节，敢会当来讲起着受难周的信息。我也阁会记即平衡长老私底下要甲我分享，伫较早咱的教会伫圣诞节的时，嘛有演剧来演出。耶稣死亡的主题，用着这款甲传统的做法无共款的内容，互真侪人去讨论。但是，各位兄弟姊妹，咱唔通袂记住，耶稣的死将咱的罪恶除去，
互咱的性命会当重新甲上帝搁合。这个搁合，敢毋就是咱人生上大喜乐吗？咱的性命互罪恶扭曲，却是上帝疼世间人，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互咱。伊来毋是要审判咱，是要来拯救咱。迄个拯救就是医治咱，互咱亲像今仔日耶稣来回答惊死咧约翰的学生讲：痴迷的通看见，歹骹的通行，太高的清气，臭耳人的听见，死的人搁活，丧向人着听福音。各位兄弟，伫即款的信息中间，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主要是要提醒咱，毋通袂记记。今仔日大降节第3主日，宣布喜乐，就是要来甲咱讲，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伊是咱的救主。愿上帝赐福，嘛仰望这个喜乐临到伫咱的人生中间，嘛赐福今仔日有2位要成人洗礼，1位更新礼，和2位的信仰告别的兄弟。咱伫后礼拜是圣诞赞美礼拜，我需要邀请咱通踊跃来出席，用咱欢喜的心来迎接耶稣的降生，通过安尼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痛。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今仔日是喜乐的日子，阮会当伫喜乐的中间来看见着上帝你对阮的作为，嘛的确要互阮会当伫主你的带领中间来经历着伫地人亲像伫天人迄款的平安甲喜乐。愿主你帮助阮，通过主你的救赎，互阮和上帝的关系搁好，通过这个搁好，来互阮伫人生的中间得到大大的喜乐。因为阮要告别讲，耶稣基督是阮的救主，是阮的弥赛亚。也愿主你来祝福伫等下有2位要洗礼，1位更新礼，2位信仰告别的兄弟姊妹，嘛同款伫即款的信仰中间来宣告，上帝听我，上帝祝福互我。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